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今日继續來看創世記第41章。這段嘅經文特別是開始要記載講關係約瑟佇埃及，伊生了兩個囝，伊出了家路了，法老王就予約瑟一個名，這個名會通叫做埃及名，伊名真正長，叫做撒法拿鐵巴拿亞，伊名是真長。但是伊本來猶太人嘅名叫做約瑟，最後咧，咱看這個名一路來都無人用，所以咱唔免去用這個名，真正長。然後咧，法老王就予約瑟娶了當時洪城祭司波提斐拉嘅查某囝，叫做亞斯那，就為約瑟生了兩個囝。生這兩個囝咧，約瑟予伊起名有一個特別的意思。頭一個囝是點佇51節記載，約瑟予伊中囝就是大囝，名叫做瑪拿西。第二個囝52節起名叫做以法蓮。佇聖經無記載約瑟上甲有查某囝，只有兩個囝。約瑟予這兩個囝有特別的起名時陣有特別的意思。頭一個囝叫做瑪拿西，瑪拿西這個名的意思是什麼呢？上帝予我忘記了一切的困苦，予甲我爸的全家。這個是瑪拿西生出來了後，伊用伊家己的生活的經驗紀念，伊過去的代志來起囝兒嘅名。這個也是咱今日做基督徒，咱若是愛互咱家己嘅子孫起名時陣，愛有意思時陣呢，咱無一定常常對別人有個人生一個囝出來，照對聖經內面所有嘅12使徒嘅名攏起了，頭一個叫做彼得，第二個叫做約翰，第三個叫做雅各，生12個囝攏是12個使徒。其實咱唔免安尼款做法，咱若是愛為咱家己嘅子孫起名呢，咱會通想看覓我安怎愛叫這個囝嘅名我也未做基督徒以前，我是一個真正無路用嘅人，假使我是一個行為無道德嘅人，但即陣我已經是信主啦，我有一個真大嘅改變，我這個改變互我嘅人生真有意義。你佇你這個意義中間來找聖經嘅經文來寫出一個名，比如講我家己嘅囝兒，我就用我家己嘅經驗來互查某囝來起名。約瑟起瑪拿西，就是講上帝互我忘記一切嘅困苦。為什麼會安尼款講法呢？坦白講一句真話，讓人愛忘記過去嘅痛苦，除非即陣起，咱嘅日子過了真歡喜，過甲真歡喜，迄陣咱才會忘記。若是咱即陣嘅日子愈來愈苦，咱就真唔甘願。安怎我會安尼苦？本來我佇我爸家中間是逐日好食好困我老爸照顧我，即陣是我大兄將我甲賣到埃及來，互我安尼艱苦，互我鍛鍊，互我安尼看你就真艱苦忘記過去。即陣無想啦，即陣約瑟已經是做宰相。伊嘅權柄真大，伊即陣生活真好逐項真好，好到伊就會開始就慢慢辦煞過去嘅痛苦。即陣約瑟因為日子過了真豐富，所以伊生這個囝，伊講上帝互我忘記了過去嘅代志，會通忘記，親像今日咱做基督徒，咱後擺去天堂，咱閣會痛苦未？因為咱去天堂快樂到忘記世界過去做嘅什麼，我跟你講，所以有時陣咱今日愛安慰人是無簡單嘅。一個人若是失落家己親人了後，這親人離開咱了後，然後到佇天堂去，到佇天堂嘅日子，伊是毋是常常會閣想家己嘅囝？哎呀，我嘅囝食飯無，有去讀冊無，考冊會起未？我甲你講，你毋免為伊來擔心。伊到佇天堂嘅日子聖經人。佇新約時陣，人捌問過耶穌，伊講天堂是怎樣？耶穌講，迄倒是快樂到一個時陣，忘記什麼叫做痛苦。
你若是看啟示錄有安尼款的介紹，路是金的，社門是寶石的，迄倒是快樂到這個時陣，甚至你無辦法閣會想到過去有甚麼款的痛苦。感謝主，所以咧，約瑟即陣和頭一個囝名叫做馬拿西，所以。咱若是互家己行順呢，咱毋免點點的愛對聖經有一款的名來叫就叫。有一個人我捌伊是愛伊囝是愛攏愛叫先知的名，什麼亞利米先知啦，亞利米等者咧，有個叫皇帝的名，有一個人伊真趣味，伊是一個廣富人，伊叫伊的囝叫做所羅門。我講按照你叫你名叫做所羅門，伊講所羅門真有智慧，真聰明。我講你有讀聖經無？聖經講所羅門款的智慧只有一擺爾咧。上帝和所羅門王伊捌對所羅門講什麼？我和你的智慧是以前嘅人無，將來嘅人也無了咧。咱後擺嘅人無國有親像所羅門款的智慧咧。所以咧，這個所羅門王這款的智慧只有一個咧。所以咱有時陣號名，咱家經歷家己。第二個叫做以法蓮。以法蓮是什麼意思呢？上帝和約瑟的埃及昌盛就是什麼呢？大面嘅真豐富，愈來愈豐富，名聲有，地位啊有，日子也好嘅，官兵啊有。哎呀，款啊，唔是行運，這是上帝為伊安排，所以可以第二個囝名叫做以法蓮。以法蓮。所以這個咱今日會看到，怎樣互咱今日起名、行順起名，是照着咱家己嘅生活。但是你若是家己講，一幾那年上帝點點互你，逐項真則順利，互你真則豐盛。你會當互家己嘅今日起這個名，上帝互我叫做什麼單豐盛什麼叫做感恩這款嘅話攏會使講就對啦這個真則有意思。好啦，咱講了真濟關於約瑟互家己嘅囝起名。會通講約瑟即陣嘅日子已經是真豐富，但是豐富、豐盛、權柄會叫人做什麼？會叫人得意，會叫人驕傲，會叫人忘記上帝。這個是一個真大嘅考驗啊！所以有的人也未發達以前，真聽主，真甘奉獻，真甘侍奉。但是以後上帝祝福了，上帝帶了伊，那以後咧就驕傲，講話大細聲喺教會中間極顯極細，有時陣掠做伊教會若無伊教會會倒落來，千萬唔通安尼款無論見至什麼人文好，無論是做牧師、做傳道，還是做長老、做執事，還是你是任何一個基督徒。今日佇教會中間，咱千萬唔通用一款嘅態度來做人侍奉主。你看約瑟，當伊佇家路出來做了宰相，其實這段嘅時間也是一個真危險，會得意，會驕傲，因為你會成功，因為即陣佇你嘅面頂只有一個法老王，落來攏每一個人攏是踮佇你嘅權柄下面，你講什麼伊就做，是毋是容易互你真驕傲咧？你若無夠警醒。你會跋倒，你會失敗。感謝主，喺聖經嘅確實中間講到約瑟嘅完全，也講到什麼？講到這方面嘅完全。伊有這權柄，但是伊無因為這權柄叫伊驕傲；伊有這個成功，但是伊無因為這個成功來壓別人。但是約瑟完全喺聖經中間，伊做到這點，雖然會互人攻擊、互人批評。因為伊踮佇這7個方年中間，伊實在用了當時埃及皇帝真濟鐳來建造真濟這個倉庫，來收集真濟糧食。但是這個問題無有偌濟人會明白，因為伊這個異象是伊佇上帝遐得落來。雖然法老王是真相信伊，知影這個人是袂騙伊，但是呢，伊就閣真得警醒。人閣較相信你嘅時陣，你千萬唔通得意，因為責任真大，咱聖經時等能夠繼續落去。約瑟實在是不有成功有名聲，即陣約瑟閣愛面對閣另外一班嘅人，伊所面對這班嘅人是什麼人呢？愛來討伊歡喜嘅人，人是安尼款人若旺嘅時陣，你旺，你旺就什麼？就是你福氣你不有。
般配就芳，人旺配芳啊！人達人會講你好，人若衰啊，吹臭。你講什麼物件，人就看了聽了袂入去。這個是世界一款嘅特殊嘅情形。約瑟我看伊是檢測會曉應付安尼款嘅人，因為上帝互伊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家內，伊大兄弟攏敵對伊，因為伊嘅老爸小過聽伊。所以伊面對兄弟嘅攻擊，未到埃及去，伊到佇波提法嘅家中間，受到試探、冤枉、定連，然後即陣伊個踮佇家牢中間來管家牢，家牢嘅人無好管，但是伊會管，但是家牢有什麼款嘅人攏有，伊目睭看透，即陣伊不有，也有嘅人就因為伊有鐳啦。有名啦，有勢啦，有權啦，咱堅持用一句真好聽嘅話來講，真濟人愛來奉承你，愛來講你好話，愛來討你歡喜，愛來講你，愛將別人嘅歹話講互你聽，啊，然後開始一點點到處來弘揚你，互你名更加大。另外一款嘅人，這班嘅人無簡單啦。迄款暗中妒忌你嘅人，你反倒當會較提防伊。這班嘅人兼且有時陣會害死你啊！將逐款嘅物件帶到你面前來引誘你啊！希望你互伊管會受真大影響。即陣約瑟豐盛不有權，真容易互人來叫做豐盛，將伊保護。但是約瑟愛安怎應付安尼人呢？佇聖經有安尼款嘅假事。當約書亞進到迦南地時陣，有基甸嘅人正到親像巧囝人，毋是本地人來試探伊。結果以色列人看到因所穿嘅衫，所特款嘅情形，就相信伊嘅話。但是以後聖經就真簡單嘅解釋。因為這項代志，以色列人失敗是因為無求告耶和華，無去來問上帝。掠做這項代志真得普通順遂，無去問上帝。結果咧，上帝無啟示伊，原來這欺騙人是來欺騙伊嘅。感謝主，讓人見知，那是看約瑟安尼款嘅情形。人有時陣，互人攻擊嘅時陣，人會祈禱主啊，我袂面對這個面對伊嘅。但是人點點奉承你嘅時陣，惡落你嘅時陣，將你拋棄嘅時陣，你是唔是會祈禱主啊？這個人對我太好啦，這個人講我安尼最好話，這個人安尼點點對我安尼大惡落啊，我是唔是就應該對伊較好咧？你若是檢測，讓人佇上帝面前安尼款祈禱時陣，上帝就暗示你，這個人是歹人，伊假死嘅。伊挑剔來引誘你，愛討你歡喜，講你愛聽嘅話，講你愛掠着你嘅心態，伊會知影你嘅心，所以伊即陣就講愛對你好，你唔通看重伊，你唔通將伊開除，你看，所以你若是有祈禱哈，上帝檢測啟示你，所以約書亞嘅時代咧，人當時伊長老就無祈禱啊，只有看表面。伊人來我人聽到恁耶和華甲恁同在我人是對別嘅地方來，你看我人嘅餅，你看人嘅羅地，你看人嘅衫褲攏破，人生過，結果以色列人看了這情形就感動，就該咱立了約。以後聖經就講，因為因無好好求耶和華，那是當時伊講上你人我無甲你立約以前，我人先祈禱先祈禱了後，上帝講無影，這班人是騙你嘅，這班人是迦南地人，上帝就啟示你。所以有時陣呢，咱巧嘅時陣會挖苦主，有困難嘅時陣會挖苦主，可能攻擊嘅時陣會挖苦主，但是即種可能豐盛嘅時陣，咱就袂挖苦主啦，咱就真得意啦。因為可能人講到咱嘅頭真大，下通入這個門，但係講了後，咱無辦法出去，頭小計大了。所以咱就真多時陣呢，受到一款叫做可能惡落嘅迷惑，咱就失敗啦。約瑟豐盛啊，聖經講昌盛起來。不有起來，成功嘅代志太多啦，太多人來奉承你，
這個是一個危險嘅時陣，求主幫助人，互人時刻警醒來做主嘅工，讓大家適合祈禱。親愛主耶穌，阮感謝你對着聖經嘅話，安尼款嘅啟示人人，互人安尼款嘅警醒來學習，親像約瑟，無論伊佇困境是成功，伊攏靠主靠耶穌嘅名叫阿們。